金命人身強的話咧，佢今個月裏邊試咧係會有4粒星，哇！正4粒星唔錯喺內卷之中勝利啦。但係有樣嘢要注意一下啦，金命人咧始終咧金係主行動力同埋判斷力，所以變得咧身強嘅人咧就會比較種急躁情況。注意佢自己説話上會太過鋒利，而且做嘢嗰方面咧就係嗰種太過心急，所以變得咧好容易喺工作上會有啲摩擦，甚至乎人事不和，有啲小人是非咯。金命人身弱咧呢個月咧我係俾2星佢嘅，身弱金命人咧會有種急於交結果嘅情況。點解咧？因為成日好似火個自火有種好快嗰種急促嘅情況。係。但係咧，金命人身弱的話咧，佢急唔夠多，佢個自信心同埋個做嘢嘅壓力咧比較大好多。但係因為個自火係屬於驛馬星啊，所以變咗有啲跑啊、急於求成嘅情況，而導致喺工作上嘅上級咧個要求又需要係細緻化，要求性質要比較高啊，所以變得好容易有種做錯事咁嘅情況。